若讲到地图，即马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用电脑也是手机试咧，就会当出现各地交通路线，嘛会当带咱去食各地好食物，也会当带咱去好耍的所在。毋过，你敢捌想过，除了即款现代资讯，透过地图嘛会当甲咱讲一个所在历史，阁有真侪咱现代人无了解的故事。咱用个比较清朝甲日本时代的地图，有足大无共的。清朝淡水迄阵的时阵，大个人阁无较济，平埔大部分都爱食，所以清朝比如讲是迄阵皇帝要互皇帝地图，淡水还是阁足稀微的吼。比如讲，咱用看红毛城着为一个甲中国的城堡，用个看到一寡兵吼，伊清朝的兵安怎行的一寡路线，是一寡港口的一寡位甲点出来。哦，所以足简单的。到日本时代，伊每一个部门才每一个司机吼，伊图就无共。比如讲日本时代，咱看到码头会开始变化。亲像淡水同款，全台湾的发展嘛对着时代的变化。这200-300年来过程，拢互一张一张的地图记载落来。有的地图为台湾是2-3粒岛屿，有的时代是甲台湾换咧看。有的地图甚至敢若为台湾的西半部，一寡文献拢记录着台湾400年来历史。若是会晓看这寡上百年的古地图，咱就会当了解，原来一张地图要甲咱讲的故事，是比一本册搁较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看》，我是主持人嘉豪。先来请教观众朋友你一个问题，就是讲到看地图这件代志，你偌久唔捌做啊？除了最近呢，真侪人疫情过后，真侪人出门去佚佗，开始使用 Google 地图了后，在这个进程，你捌见过纸本的地图无？事实上，伫咱台湾的有真侪这古地图这内面的资讯内容是真精彩，而且真丰富。今日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甲咱开讲。头一位要介绍的就是咱的网家在地文书工作者，咱的高团奇高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还有大家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北水塘口的传奇老师。第二位邀请的就是咱的台师大的台史所的咱的陈志和陈老师。老师你好，嘉豪你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的台史所的陈志和。因为我知影讲，恁对这个古地图是非常的痴迷啦吼。当然一开始我先来请教陈老师啊，就是讲一张古地图，伊内面有藏偌济资讯伫咧内面啦。是，对阮研究历史的人来讲啦吼，地图较早的种地图会当互阮了解讲，较早的人对历史的重点伫咧倒。比如讲，你有一张400年前的地图，顶悬写一个北港。咱就知影讲400年前，大家对这北港做有兴趣，这最重要的。历史的重点伫咧遮，所以对阮来讲，看这地图就是看讲，伫咧较早的时阵重点，历史的重点伫咧倒。这是阮看地图一个切入的点。对，因为老师讲到这张就是讲，伊顶头伊是写这字就是写北港对无？为什么迄个时阵伊踮咧顶头也写北港？应该是迄阵北港是大家要来做生意的所在。所以伊就将北港这个所在改称呼做归台湾的概念。是，这一开始啦，后壁是叫台湾。所以一开始这北港人听过洋家咧，北港呢吼。当然啦，想要请教老师，除了就是讲，伊会当看到一个规个历史啊，比如讲人活动的一个概念以外，古地图内面还佫藏什么款的资料？古早有地图，就是代表伊的身份甲地位。所以以前拢是啥皇帝，甲君王较有地图。所以足侪外国人拢写 ，map is power， 地图就是权力。所以地图虽然记载过去的物件咧无，毋过伊拢是记载人要讲的过去。足侪物件可能无记载喺内底。所以你研究地图，你也知影讲，伊内底写的是啥物是对，啥物是唔对。你看到你较有法度见古，看到即马去看未来啥。所以地图内底有做侪真伪，就甲钞票共款有真伪。所以地图咧。除了看过去了后，嘛再看到古早人是安怎想世界。对呢，其实古早人安怎去想世界，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吼。来，较听下来，再来讲吼，这个英国人包含就是统治者，伊安怎去想象一块土地安怎甲伊画出来。也不离个吼，在这一开始吼，另外一个问题要来请教陈老师。
咱定定拢讲，咱台湾叫做汉字啊囝。事实上啦，咱拢大家讲吼，迄个食米的迄个历史吼，其实汉字是外来种啦吼。也不离个台湾这个形象，大概是伫咧伫当时，伊较有甲这款亲像愈接近汉字迄形体，甲画甲遮尔爱成安尼造出来的。是。其实拄在头一张地图已经会看出来，即个汉字的形已经出来，所以迄阵迄是荷兰人画的地图，所以迄阵就定下即个形。啊，咱即马看到是清朝差不多是伫咧19世纪画的图。啊，即阵画这图是因为迄个外国人来讲吼，你这恒春半岛毋是你的啊吼，啊这东部毋是你的啊，啊所以因就甲大家讲，安尼这全部拢是阮的啊，吼，所以有一个叫做开山抚番嘛吼，啊开山抚番了后，因就讲这规台湾拢是阮的，所以伊也甲这台湾的东边甲西边拢画出来，所以这张图其实是画出来甲外国人讲吼，这规个台湾拢是阮的啊啦，所以这是因开山抚番了做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宣布啦，这张地图的。背景是安尼，对。啊，这张地图我上重要，中央山脉拢无画着。对。啊，这张地图的原件呐，喺美国的博物馆。啊，台湾以前哦，唔捌人看过。像上早印出来啦，李敖大师迄阵来印出来，哦，大家看，哇，中国清朝画地图竟然无给中国给美国。啊，这张嘛是清朝少数见到的哦，台湾的比例尺较正确。无台湾清朝地图拢查这种，甲中国山水画，伊这是少见啦，会使安尼台湾规个汉字画出来。内底为百几个港口，你看，港口，啊，搁为啥？内底足侪原住民的所在街道，啊，唯一可惜的就是台湾山足悬的，所以台湾山面顶无记载。对。啊，其实这较接近就是真正符合迄个比例、迄个寸像，就讲对迄款的形体过渡到这款的形体，伊中的迄个转变是为什么啊？上重要吼，中国人以前无现代化，啊，现代化一开始就咱讲的郑和下西洋，你要落去海上探险，一定要有详细的啥比例尺地图，甲我查出来，你看以前吼迄什水平仪啦、指南针，因为以前上早地图就是 for order 为了啥人，为了航海家，因为地球是圆的啊，啊上尾开始做出地球仪，哦，所以中国以前呢，拢是叫迄类似的宫中的迄画匠，啊画匠拢是啥，拢画皇帝啊，画水水啊，啊地图就画水水啊，吼，啊大概画水水的过程中前后视区也对啦，啊不过咧，伊的迄真正的比例尺甲距离就唔对，哦，啊一直到啥？你知道吼，清中的几个较好的皇帝吼，伊就接受西方传教士，啊传教士来讲，我会使啊你画较皇帝脚下较正确的地图是啥？哦，无你看以前有迄些清康熙统一图、清乾隆统一图，是拢叫传教士画，啊伊内底画内底，毋是单为规个中国，嘛是台湾画出来，所以你会使看中国过渡期啦，就是山水画。泼墨画，到上尾有详细的，迄吼西方的传教士扮演出重要的角色。安尼我想要继续来请教陈老师，就讲，是毋是在某一个时期啊，伊捌甲台湾的迄个地图画做是三地岛的一款概念？是，这三地岛是伫这个葡萄牙画的这个地图。啊，其实这三个岛哦，即上早台湾开始伫咧地图顶悬画出来是三个岛。啊，但是这三个岛有人讲吼，这是因为这船驶过台湾时阵看到迄个河口伤过大，所以甲这切做三个岛。啊，但是阮即马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吼，因为主要这个地图的重点毋是台湾，所以伊若知影台湾只有一个岛就会使啊。啊是三个岛，啊是一个岛，对因来讲无讲介重要，所以会当说有岛就好啦吼。啊所以三个岛，啊是两个岛，嘛有人画两个岛啊。啊所以三个岛、两个岛其实无很重要。啊，譬如讲，因若讲为这个河口来看是切做三个岛，啊那安尼啊淡水河嘛应该切一个岛啊。啊但是其实无安尼切啦，所以伊这是算讲一个示意图。啊咱会知影安尼是因为伊其他所在嘛无画甲做正确的，譬如讲日本这顶悬。啊，日本这顶悬的这个图是安怎来的？其实这是为这日本人甲中国人因家己较早画的图甲拼进去啦。所以这是倒做好的地图。啊，有需要你个倒入来。啊，重点伫咧倒，譬如讲重点伊伫咧这个那加萨基个所在啦吼。所以因遐会画较详细。啊，其他所在有就好，知就好。所以三个岛是知就好。时代的时阵会画三个岛。啊，咱拄来看到一个岛的
荷兰人画一个岛嘛，就是讲即马较重要啊。即马毋是敢若知影3个岛啊，即马一定要知影迄是一个岛啊。哦，所以这重要性就变化。所以这一开始重要性无遐尼侪时阵会凊彩画，啊重要性较悬的时阵，佮画一个岛佮出来啊。这是较3个岛的故事啦。对，就是主角甲配角的差别啦。是，无毋对，无毋对。安尼我想要刷去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就是讲，其实有一段时间哦，就是有一个地图就是少争议，就是讲吼，咱一般所看到迄个台湾，咱拢会看就是即款的形体是吼，但是迄个时阵有出现一张地图吼，就是亲像安尼，就是地图是更远的，台湾是更远的吼。啊，这变呢就是讲南北向。吼，这个概念甲这个南北向界颠倒头坑90度转的时阵，这是什么款的差别啊？是，其实哦，南北向的这地图是差不多19世纪才开始变做一个传统的。所以咱人吼对这唔知的代志其实会惊嘛。比如讲，较早有人讲地球是圆的，一讲小事嘛，咱会惊嘛。所以咱即摆已经习惯19世纪画迄种南北向的地图。所以你看到环的，你就感觉怪怪，你就感觉这一定唔对。其实伫个19世纪以前。地图是无一定爱放倒一个方向，你要放环的，要放直的，拢会使。放环有一个好处，其实要看是方便。譬如讲，咱后壁有一个，这是清朝画的这台湾地图嘛，吼。你看伊就是环啊，甲台湾放环的你画嘛，对。放环的画有啥好处咧？你要标这个物件，要写字，要写台北、写台南，要字会当拢写入去。你若用直的，你要写就做歹写的咧。而且你要看的时阵，你直的唔免调足悬来看。环的你会当放在桌仔顶，我先填一半，豆豆看，搁另外一半搁放入来，看后壁一半。所以其实地图是要画互人来使用的嘛。直的其实是歹用。环的对这个官员要使用的时阵是较方便。所以一开始大家咧画台湾地图的时阵，真侪拢画环的。主要就是讲，因要看这详细的部分的时阵，环的是较好看的。其实迄张地图嘛是放环的使用的啦。你看伊的字的写法，其实伊嘛是放环的你使用，对伊来讲较方便啦。系啊。你看这个台湾就放直的，这台湾放直的，因为对于这张地图来讲，放直的较好使用啊。所以这对使用者来讲，都较方便，因就安那画。那对在过上讲到一个代志讲。比例尺的迄无共的这个所在嘛吼，其实吼，咱即卖地图嘛无正确。譬如讲，你一定有坐这个台北捷运嘛，迄捷运每一站的迄个无共嘛吼。你讲中山甲台北车站，中山甲双连这个无共嘛对。但是你迄路线图画起来拢同款长。对。嘿，因为迄要互使用者来讲，迄你知影讲后一站是双连，还是倒就会使啊？你唔免知影讲这2站有偌远，这了紧。所以，咱咧画地图主要是要让使用者会当了解，方便使用嘛。所以，迄路线图嘛，无一定是照实际上的迄个长度来画嘛。这个地图嘛是共款，伊咧画地图的时阵，使用的方便。譬如讲，伊台南个画较大，台北个画较细。有人讲这台北伊较无了解，所以台北画较少。无毋对，伊是较无了解。但是对这使用者来讲，迄阵重点就伫台南啊。所以台南画较大啊。伊毋才有法度甲这详细诶代志拢甲写喺顶悬，所以这大细方向主要是对使用者来讲，安怎较方便，佮安怎画。只是咱即马已经习惯这种19世纪画的地图，北平一定爱伫顶悬，所以咱毋才讲看到这环的地图，讲你这一定政治的问题还是啥问题？其实无迄个问题，这是咱即马的经验对较早无了解，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佮一个上重要就是以前拢是为海看岛。所以平湖个台南最重要，所以看拢是为海看岛，所以拢会变成南北东西相反。你也较重要，你看咱这全世界地图拢是南半球、北半球对无吼？你看北半球拢是个正面对无？你也有机会，你去纽西兰甲澳洲，纽西兰、澳洲，你也用迄北半球概念，伊拢个下底。所以纽西兰、澳洲的地图是并过来，伊个南半球个面顶，北半球个下底。迄甲使用有关系。安尼当然啦，我想要搁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吼，请教高老师吼，就是讲，亲像迄个台湾地图啊，伊安尼画吼，其实你看迄顶头物件呢，画干呢足密的，是毋是搁有画厝吼？想要请教老师，伊敢会讲台湾这块土地？比如讲较重要物件，比如讲伊有出产什么不产啦，还是讲比如讲这落架较济啊，还是讲这有什么茶啦，还是讲这炭较济，伊敢会特别甲伊画喺顶头啊？
迄是日本人吼，统治台湾为了资源，伊会画作清楚的，都有海口，都有鱼，都有黄金，都有煤矿。啊，清朝这画的地图吼，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城画作清楚的，迄城拢是官府好野人住的。啊，人讲城甲城中间就是乌道啦，吼。啊，第二个啥？城甲城边仔的道路画作清楚的。啊，第三个画啥？做清楚的。原住民迄阵哦，已经有统治的资料，就是咱讲的疏番，啊甲平埔族。啊，所以这清朝的地图足侪哦，包括康熙、乾隆、雍正、道光，统治拢有。啊，过上条的是啥？古早吼青番啊，所以皇帝佫特别派人来画一个鸵鸟古的地图，就一条红线甲蓝线，就讲这条线面顶你袂使去哩。青番啊，这条线中啊，这是疏番。下底是平埔族，啊，你下面顶去哩去用楚巢政府歹插你，所以咧地图大部分啦吼，为了吼，哦皇帝看嘛记载伊脚下偌侪物件，啊，你内底会看到伊地图吼，嘛是画几只鹿仔鸡遐，几个牛车鸡遐，啊，几个类似画上详细的就是迄城啦，伊吼啊插做的城，伊会用迄竹仔做，啊也砖仔做的城，伊会用画砖仔的，哦啊，甚至图内底台南府城。哦，画甲足清楚的哦，十字街啦，啊，佫画金爷岛，啊，甚至咧，你也到清朝尾期的这种舆图对无吼，伊佫会炮台街都画出来，迄阵就开始有足侪涉外事件啦。啊，佫种地图上含的，就是啥？当年的咱讲的西半部，东半部遐拢无。哦对。东半部咧看，哇，足侪敢喜马拉雅山呢。哦，所以头下为啥讲这张图足重要？伊啊东半部嘛画出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其实事实上咱也无听老师甲咱解说吼，看一张古早地图，你完全无法度去了解到迄个时阵因为即个地图用处甲伊的用意。也不过讲，咱对着时代伫咧发展，科技伫咧进步，咱煞要讲的即个时代会愈来愈接近咱。毋过伫咧讲的进程呢，爱先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来讲。讲到这个地图的咩咩角角啊，所以要继续来请教到咱高老师，就是讲到咱台湾的这个地图啊，是不是会当甲伊分做三个时期来甲看？历史家拢是用统治的概念分，比如说前清时代就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时代，迄叫海权时代。啊，第二阶段就讲清朝，清朝统治台湾200几年，啊，加日本时代，加战后，大概就是分历史的4个概念。啊，有的分法是讲哦，传统甲现代，吼啊，传统是啥？就是简单的啦，吼啊画画，啊现代就是正是称为实测，叫人是行路啊去看，啊一步一步比历史，所以另外一种是传统甲实测。啊第三种分法是啥？外国人画，甲咱中国人、台人画，吼，所以迄外国话甲台湾话，吼，啊外国话嘛是画足侪台湾的哦，吼，啊台湾话咧有足侪日本时代，然后战后咱讲的联勤，吼，啊即摆开始有迄啥物农林寒厕所，吼，所以第二种是分是闽南话，啊第四种较好算，第四种安怎分？伊就分吼，地图啥？伊是一般生活用的，啊一般政务用的。所以地图另外一种就是公家出的甲私人出的，哦啊，所以分法足侪种的，啊，不过就看你安怎切啦，吼，啊，大部分切法吼，历史拢足沉重的，哦，迄清朝进前的，佫开始荷兰、西班牙喷啦，啊，清朝佫分前清、中清甲晚清，啊，日本时代佫有分哦，初期来时阵佫无画做上济，啊，到中啊开始有彩色、有地质图，啊，到后壁，战后嘛足侪分法的哦，所以你看你。是啥物目的？安怎分法？哦，对。呀，安尼我想要搁再请教老师啊，因为我捌看过迄个地图顶头有飘啊，亲像我住英歌吼，伊就写个英歌九增吼，迄个所在讲是叫做增。呀，我有看讲吼，比如讲土城啊，还是讲邦窑迄搭叫做海山堡。啊，这个堡甲增，伊是啥物款的概念？例如说，咱后壁喺清朝的地图嘛，画足侪吼，咱讲的西方啊原住民吼，伊住喺城。哦，伊有写城，啊汉人就写镇，啊人较侪就写街，哦，啊所以清朝开始吼，
要统治台湾时阵要现代化，就开始有实施咱讲的吼，的行政界限，吼，迄是刘铭传现代化的时阵，啊，日本人继续用，伊的概念就假设咱即卖，你住喺倒一个市，倒一个镇，倒一个乡，倒一个村，啊，你个台北市就倒一个区，倒一个里，倒一个邻共款，所以古早咧，吼，例如说台北上早开垦叫加拉。加拉是一个概念的尔，外大，北边到阳明山，东边到101，西边到新庄，南边到中永和。啊，清朝来了后规定讲啊，加拉伤复杂啊吧，直接命名叫大加那堡。啊，大加那堡就只局限在哪里？台北市。啊，相对的，拄啊加拉就大对无吼，啊边仔就变成有百街堡，哦，啊有啥物堡，对无？所以加拉后来变大加拉，哦，啊大加拉内底咧，我住的所在有一个加拉镇，所以加拉镇是堡内底寡水，啊，我伊是河道变迁，所以加拉镇是伫百街堡，毋是大加拉堡内底。啊，加拉镇内底咧，有一个小地名叫加拉，所以你看大加拉、大加那堡，还有加拉镇、加拉安尼，啊，甚至咧。过3年哦，搁较细点讲，伊对啦，讲完个加拉其实范围一直咧缩小。对。所以以前吼，不管皇帝啊、清朝、日本时代，伊个啥保理界吼，甲你讲的英歌石啦，吼啊马祖产啊土地，伊拢是为着啥？税收人口，一定爱讲啊，这个岛内底偌侪人，这个加偌侪人，这个增偌侪人，伊较有法度去办代志啦。安尼老师我想要顺续请教，就是讲吼，为什么就是讲日本人来到台湾了后啊，伊要对这台湾这块土地，就是讲伊要调查到遮尔的详细，因为其实包含落尾讲，伊嘛有进行做迄个真济迄款人口的普查，伊为什么要调查到遮尔的详细哈？日本时代统治台湾50年吼，画偌侪种地图，你知？画超过360种地图。种哦，例如说都市计划、世界改正各一种，旅游观光叫一种，铁道叫一种，哦，啊那个什么海图叫一种，地质图叫一种，森林开发叫一种，伊加起来360种，啊全部加起来几张？超多280万张。万张。嘿，包括以前的台湾总统府边仔要起一间便所，嘛有一个便所设计图。哦，所以日本人较侪地图了无吼，后来我的师公师祖，伊就用8字来 ending 日本人为啥要做地图？再注意听哦。以图通地，以图统地，以图来统理这块土地，以地治人，以这个土地来治理人们。所以伊的公务就是以图统地，以地治人，用地图来看这个土地，统治它，因为地图上简单啊。啊，每个土地内底偌侪人，伊就统治。所以台湾是足现代，包括每个土地拢有一个地级成本，土地内底每个家户都有户籍成本。户籍成本，恁兜饲偌侪鸡仔囝，你有偌侪税余，你兜有办小脚无？哦，啊，恁兜有4鸦片拢知影。啊，土地内底，恁兜遮这块土地。经过几个手，以前经过几个旱灾，无法度收成。以前是果园，后来变杂林，伊拢话你统治。啊，咱这是120年前就有啊。中国大陆的，文革后20年较有这种物件，所以台湾做现代，所以每个人厝内拢有一个户籍成本，每个土地拢有地级成本，迄是日本人来留落来的。对，安尼我想要继续来请教到陈老师啊，就是讲吼，自英国啊，其实拄则郭老师讲到吼，就讲受到西方的影响，则较有迄款比例尺迄款概念。安尼自世界各国因这画这个地图啊，若是讲因是要一开始因是要安怎去抓，因为其实无亲像咱即嘛，比如讲有啥物 GPS 啊嘛，无卫星啊，甚至讲无迄款佫较好的迄款工具去量测时阵，因是要安怎甲这个地图。为了较接近因所要爱的迄款形体咧，是其实西方最早就有这个经纬度的概念嘛，所以因会当驶船来到台湾的所在，已经会晓用这个经纬度的地图来画，所以比例这个比例的部分是较大的问题。较大的问题是，那中国人咧画图的时阵是要安怎的？
因为咱无这经纬度的概念嘛，所以咱改变为这种度是较无法度来比例值抓到足准的，较无法度。所以其实那中国人咧画图的时阵，因是靠这军林，所以咱这规定地图哦，你看迄路线，拢是甲迄平野连做伙，所以这是军林吼，甲伊的，比如讲，只有一个平野，还有一个平野，这两个平野的是偌远吼，对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记录。所以中国咧画地图的时阵吼，无这个经纬度，因的比例值主要是甲军事的运作有关系啦，所以因是用这个平野的这个长度来去画这个地图，所以这是中国人画地图的一个部分。落尾拄在故事上有讲到讲，日本人来阵这个用这个现代的方式来画这个地图嘛。现代方式画地图，甲咱较早咧画的时阵有一个足大的无共款，就是讲这土地是你创啥的。拄在故事上讲到吼，这土地是你创啥，这代志互画出来。较早中国人画这地图吼，这块地是种田还是种地，这无。但是若到日本人来画的时阵吼，这块地是种田还是种地，拢会甲标出来。所以这是即马现代地图甲较早地图一个足无共的所在。就咱土地使用吼，伊是你做啥物使用的这个部分，会写甲足清楚的，较早无。这是甲啥物有关系？甲税收啦，国家要收钱嘛。你是种田的还是种地咧收的税金就无共嘛。所以伊每一个土地是用做啥物款用途的吼，拢爱甲标得足清楚的。这嘛是咱统治者咧画地图的时阵会去特别强调的所在。所以你若美军来画这地图，伊就袂标这啊，因为对伊来讲这无重要嘛。但是若日本政府还是讲战后的国民政府，伊就会去标这，因为对因来讲这是钱啊，这最重要的，所以因就会甲这个部分画出来。所以有近代的技术，近代技术要甲啥物物件画出来，嘛甲使用者有关系。所以美军嘛用近代技术来画台湾地图啊，伊就袂甲这地方画出来啊，因为伊无需要嘛。但是咱就甲画出来，因为咱有需要嘛。所以无共的使用者画出来地图嘛是无啥相共。对。还有一个上重要的，台湾你来当做一个嘉陵哥。以前清朝甲西洋，嘉陵哥是为一张地图。日本人要统治这个所在，伊就思考嘉陵哥遐大对无吼，安那切一半，就两张台湾地图。两张个伤大，范围伤大了，那切1/4，就4张台湾地图夹起来。那切1/8，到上尾会使切200地。所以日本时代开始，到战后，到美军吼，开始有迄咱讲的几万分之几。例如说，你啊，规个台湾叫300万分之一，叫一个台湾。切这一半就偌济，咱讲150万分之一，就北台湾跟南台湾。台湾在日本时代会使做到啥？2万分之一。2万分之一已经偌清楚啊！好，你做大迄道厝拢看会到。了解无？安尼个伤粗哦，佫会使切到下底，就咱地基图1200分之一。所以就看啥物用途，安那切。毋过咧，愈详细地图愈歹画。详细画了，才会使佫来拼起来。所以迄规个台湾就是用细地图拼起来，上完整。西洋甲清朝拢是为大概安尼日本人是逐步去调查，土地拢调查了，甲拼起来安尼。安尼我想要请教陈老师啊，就是讲像恁做研究的时阵我会看过真侪学者伊会将现代即马目前所有的这个地图去对照迄个古早迄个地图，有的人是甚至甲因两个灯塔做伙去看安尼这灯塔做伙去看，咱会当看到啥物款的情形？灯塔去看会当看到土地的变化，比如讲较早这是种田的，即马是起厝的，这历史的变化的无共都会出来。这个上拢都知影足侪部分，等下伊会补充所以运用这个古地图来做研究的时阵主要就是看较早的这个城市的比如讲有偌大啦且较早是去做啥的即马来做一个这对照，知影讲历史有安怎变化。有时阵有的物件会无去，所以较早的地图有写着的咱为这个地图的这个位甲找出来，会当去找着讲即马较早已经庙，即马伫咧倒，这个会当用较早的地图来做一个甲即马来做一个比较，来让了解讲较早的历史的。所在伫倒位安尼，另外就是讲较早的地图对阮来讲嘛是讲会当看到，较早重要的还是变化有啥物件，比如讲你若看到台北的这个日本时代统治初期的这地图，你就知影讲铁路出来啊，当这铁路有够淡水的有够过人的，
哦，这披露出来啊，你就知影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这伫清朝地图个无这种物件，因为迄阵无嘛。所以对阮来讲，这地图出现啥物新的物件，这是新的历史的部分。对这较早的地图，甲即卖地图做一个比较，各会当知影讲较早安怎，即卖变做安怎。这等下郭上会来甲阮补充。对，是毋当请高老师以网价做例，即卖的网价甲古早的网价有啥款变化？即卖台北市哦，常常拢落大雨淹水。你从地图内底会使看到，上早拢有庙，所以清朝的庙拢起上悬的所在。啊，毋过以前毋知，你地图画出来就知影讲，迄台北，你看土地拢平平，啊，毋过有为地形，迄清朝迄庙拢上悬。所以恁兜也要淹水吼，车开喺庙边啊，一直袂淹水啊。日本时代都会上悬，日本人上重要就是火车爱通，所以火车站迄个所在，的土地嘛上悬。第二个啥吼，咱就看这古早日本人画就是安尼，伊这大线是都市计划图，这叫实测哦，这1/6000，黑色的字是我透伫入去的，内底加纳有6个聚落，按过这图。可能会缩缓，因为这是人画起嚟的，对无吼？甚至我画讲即马青年公园道，毋过咧，这经过15年了后，这是1932年，到上尾，因为大东亚战争爆发了，1940年代，美国派出多海军面长配侦察机来空照台湾，有开始这种真实的黑白空拍图。这个比例尺可以自己去调，所以我给它调跟1/6000一样，你就可以对照。刚刚画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真正以前有飞机场的跑道。这种图嘞，一直到什么？美军后来战后搬驻台湾，还有继续在拍这种飞机的图，包括什么？我们后来去做马场町纪念公园，白色恐怖枪毙很多人的位置在哪里？甚至这种图高解析度因为都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后来中研院都有买版权。你给它图放大，你可以看到以前国民政府，在犯人用的卡车，卡车面顶坐几个人，上尾卡车要开的刀去枪毙，有清楚无？所以看地图你是安怎用，所以拄啊是迄画出来，这是。真实飞机的，阮安尼做比例去对照，就使看到都位土地较悬，都有飞行机场，都位是枪毙的刑场，都有聚落。就亲像两位老师所讲的，咱会当用古早地图，还有咱即马现代地图，甲伊做一个比对，就当看到讲其实迄自路敢有搬线，这庙宇敢有变迁，这内面真侪资讯拢伫内面。毋过要安怎利用一张古地图做一个文化小旅行呢？咱需要休困一下，较听继续来讲。也是台北网架的和平公园。毋过伫个古早时这个所在就是咱定咧讲一府二鹿三网架，迄当阵繁华闹热的网架港。咱即摆所在就是为大稻埕行到网架这个所在，网架遮咱伫个桂林路甲迄台北第一街桂安街的堤防路口，以前才叫网架大溪口。若毋是透过一寡上百档的古地图，咱是真歹相信，即马起厝起甲满世界网架，伫当初时竟然是台北的一个大港口。对着时代变化，佮有人类的需求，有的圳沟是互人吞起来变做路，有的田地建设做城市，有的留着大港煞慢慢爬远去。对照地图，咱就会当知影台湾的变迁。过去台湾各地头的兴旺甲衰微，也佮有故事，拢互人记录伫个地图顶面。若是咱详细看地图，应该就会当知影，拄在台湾历史上，互人放袂记的故事。所以你看日本时代画图，淡水河面顶偌侪船个驶，偌侪讲停码头的所在，这张个标中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什么德国领事馆，拢个大稻埕边网架会买头伫遮，规个口价啦，就是南万华南机场伫遮。日本人来上钓是这点，1895年日本人来，
伊为为淡水河流域地图吼2万分之一，你再看到古早很多聚落的详细位置，啊，甚至咧很特别，慢慢你来了哦，伊就开始为咱规个台北市的变化吼，包括咱艋舺所在，或者大场这样所在，以前的三市街吼艋舺吼大场地啊，所以咱慢慢看这地图会使看，古早吼咱头仔去老早去就遐个苍海山田，堤防，古早堤防甲新堤防距离偌远，以前无堤防时阵，河流、甲河道、甲世界的关系，规地图内底拢会看到一目了然。讲到咱即摆现代人，若阵要出去佚佗时阵吼，是真方便，将这个手机啊 App 拍开就当看到 Google 的地图，包含讲迄路线安怎规划，咱家己规划较好势好势。毋过呢，古早人若准备看这地图，敢有法度去旅行呢？想要来请教到高老师。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吼，有一个上重要的活动，就是史正式10周年博览会。迄阵规个台湾差不多300几万人，按过差不多500人来。这2个月看博览会哦，所以这地图是为了谁看的？为了日本来到台湾的欧里桑、欧阿桑来看的。真的哦。啊，个满洲国，迄阵满洲国日本人管的。啊，个是大陆迄边的人，所以大台北鸟瞰图或者是台北市鸟瞰图，你看拢画较足精彩。啊，因为咧，足侪人对这个所在无了解，所以伊拢画甲浮世画共款。我你知影讲，遐是山，遐是海，啊，遐是迄都市。哦，啊，第2种台湾足特别的，台位拢有迄铁路甲港口，所以真坐船哦，你甲富人线，毋是单有你船票，伊佫有你付一张，好为金门，为迄基隆到神户，啊无就到福州迄种地图，啊，这铁基路嘛共款有铁道图，所以足侪人以前古早嘅旅游啦，吼，大部分拢会使看地图。啊，知影要去北投水温泉，去仙公庙拜拜。啊，古较早清朝的人诶，无为虾米？因为古早要出远门，足无简单诶。除非啥，伊要考试进京赶考。啊，进京赶考，伊个书院甲老师就讲，路线画互你，哦，你为迄宜兰吼，啊，咱行迄淡蓝古道来甲艋舺拜拜吼，啊。中啊，上溪爱困一暗，有旅馆。啊，艋舺拜了，去北皮了，遐有旅馆，搁困一暗。啊，坐船坐到淡水，哦，啊，淡水也搁坐船坐到厦门去，厦门搁啊，咱到北京去考试，啊，搁转来。所以古代拢简单的，伊无可能摕到这种图。啊，这种图伊也袂晓你讲，宜兰到艋舺要行，对无？啊，日本时代较知影有种摕地图、海洋图、铁道图。鸟瞰图去做旅游的，第一北部地区会当遐尼啊欢迎遐尼啊兴吼，其实有上界重要就是3条溪流，就是淡水河、基隆河，还有迄个大汉溪嘛。安尼老师，这3条溪流伫咧北部啊，有啥物款的重要性啊？清朝啦，无铁基路拢靠河运。啊，艋舺新增那遐厉害，你看这淡水有主流。这大汉溪、这新店溪，所以艋舺都要给。3条河流交界地方所以古早咧，每个城市会起来拢是靠河港，南北向，因为上尾爱到淡水出海去。对。啊，日本时代开始东西向，所以艋舺下底遐一个下坎，伊就刚好是河运甲铁路交叉口，所以迄带是日本人规划上大的工业区的，即马大理街、什么钟表服饰，以前日本时代也有做做什么非，咱讲的什么。各种的肥皂工厂、玻璃工厂，这3条河流嘞，上特别的，最难驾驭的，其实是什么？那个新店溪，因为新店溪上面有那个乌来泰雅族，所以以前新店溪面顶的地图拢无啥物画到。按过迄搭资源中丰沛，它除了香鱼之外，够想最早的那个龟山发电厂也在那边。所以台北城有灯，是因为那边有水力发电。因为基隆河起哩，为什么？基隆河起哩遐拢是黑金、煤、加迄种河流洗沙金，所以迄搭画做侪甲石炭有关系。所以日本时代碳哦，是另外一个金字旁的碳。另外一边大汉溪嘞，过去很特别，就是板桥给来
树林，过来土城，过来三峡大溪，迄整条河流，从最早的大清南南，所以你看三叫做大清南南，展老到上尾板桥林家嘅也拢用米，所以伊搭画作最甲迄物产有关系。啊，你看日本时代画迄大安溪河流，哦，每个年代变化做大，因为迄阵哦，初期还未起石门水库，哇，迄河流吼，甲女孩子的发变，所以叫变状河系。啊，石门水库起了，艋舺伊大船就无法度停啊。啊，你来看新店市的地图，哇，伊画做侪河阶地形，所以你看喺新店区要做侪啥物，湾潭啦、土潭啦、直潭啊，拢无共款。啊，基隆河咧，画做侪以前还未截弯曲直的，哦，啊，起伫咧啥？水会转来，所以叫水灯卡细致。啊，起伫5度、6度、4度，安尼一直起伫。因为老师其实这张图，伊迄个是什么年代所画出来？这个吼是住喺台北的老阿嬷，阿嬷，对日本时代的阿嬷吼，伊因为参加博览会，所以伊的印象内底会认识台北。伊古早捌看过迄张图。哦。所以你看两张有共款无？啊，不过这张较复杂。伊也简单化，对。啊，简单化过程中诶，画家搁较简单，连个3、4岁小朋友就看有哦，迄回零机才练冰场，有回零机。对哦。啊，遮呢武德殿就是画一个日本穿那个对剑道服诶。啊，中正纪念堂你看画一个军帽甲一个步枪3炮部队。啊边啊规环人个就画一个咱讲手铐。啊，遮呢为足多哦，现在中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啊，甚至桥上面画以前的台北大桥跟昭和桥，就光复桥，啊，山嘛足简单的啊，伊只是观音山，啊，你看，才有迄沙帽山，加馒头的啊，七星山，啊，所以这种物件吼，拢是啥？伊伫台湾大家，啊，伊登去日本了后，90几个佫重新画这张图，啊，这张图原件上早是安尼，了解无？啊，所以因这拢是吼。对一个地方曾经大家，啊老了之后再回顾，所以为什么吼以前大地杂志嘛曾经去景美甲武炸问迄老的医生，话讲你以前安那读书去台大，啊刘工具安尼画出来，所以有1930年木栅街地图，1930年景美街地图，拢透过口述历史，啊因家己会晓画过来画出来安尼。安尼老师我请教，就是讲这个台北市都市规划图，伊即马这画这所画这个红线，跟咱即马车伫咧驶的路敢有关系？有啊，伊这虽然是战后，这战后第一张的都市计划图，啊，不过伊是延续日本时代，日本时代是欧北战后的土彩色，所以我该大的所在这个所在，伊画一种混合区，啊边啊画工业区，啊才回零机场，所以以前的老台北就当安尼啦，基隆河以南。到101新市区家，啊到景美溪以北，啊一直到民国56年台北市升格直辖市之后，才把旁边的6个，下面南港镇、内湖乡、士林镇、北投镇，还有啥边仔的咱讲的木栅，啊规个合并起来，无古早是安尼，啊所以做做建后的都市计划图，都是延续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上早就是迄3、4街。到后来有并松山，啊，接着又把旁边并起来，啊，这地图很特别，你大家问个问题，这路线到今嘛拢同款，只是日本时代规划做做公园，建后做做外省军眷来，所以为什么14号、15号公园，什么7号公园拢有占据？啊，日本时代为这都市计划线，以很多都是什么，类似都市的林园南带。例如咱即摆开车，台北市有建国南北路，啊，不过以前建国南北路是画什么？画那个林园的南带。是安尼吼。安尼我咧想要来请教到陈老师啊，就是讲在一个统治者也好，也是讲殖民者也好吼，伊针对一个土地啊，伊总是这地图做者爱画，伊想要处理的代志太侪项啊。伊敢会讲有搭一个伊爱大先去家画出来无？对于统治者来讲吼，就头一来画地图讲，这块地吼是谁的，比如讲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我看，
所以你爱交偌侪税金吼，这是一开始上需要的。过来就是这个所在，比如讲台北有啥物资源，有地无，还是有炭无，还是有啥物物件无？过来就是资源的这个物件。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讲哦，就讲土地是上的，我要甲上收这个税金，这上重要的。过来就是土地有啥物资源，这个资源会当创啥物来使用，这是第二部分要来准备要创的这个物件。所以地图对于统治者来讲哦，是原因嘛是结果。原因就是讲，我即马要统治台北，还是统治台湾吼，我要注意啥物物件？我有一寡这个考虑的部分，我就会当为地图的这个资料来看。伊嘛是一个结果，结果就讲画出来了后着，台北是倒上重要。比如讲拄来看这个鸟瞰图的部分，台北倒上重要，迄条结果。所以地图是对统治者来讲是原因，嘛是一个结果的呈现。这是咱看地图的时候会当注意的部分。当然啊，就是一个统治者吼来到这个土地吼，伊要安怎讲？伊认为讲，这个所在伊未来会当发做一个新的城镇，还是讲新的城市？伊迄款思考的点会放伫咧倒位啊？那日本时代思考的点吼，交通是一个最大的部分啦。比如讲，你讲高雄会当变做一个大城市，就是因为伊有港口嘛。贵人甲台北嘛是共款啦。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交通是一个较大的这个考虑的点。这是日本时代的部分。清朝的部分哦，主要就是讲，即马翰林较多的部分，当然嘛是伊较重要的这个部分嘛。因为翰林对伊来讲，纳税金嘛吼，嘛有可能是这个会甲政府有啥物冲突啥，这伊拢爱注意嘛。所以对于这个清朝政府来讲，伊的重点就是交通道较方便，变做是道人较多，道的人会有问题无？这种问题伊才会考虑。对日本时代，因考虑的重点就是产业的发展啦，这交通的所在有方便无？这个部分的呢。其实讲到这个历史，咱除了生活当中会当接触做以外呢，这个地图在咱的生活当中，各有经过会当安怎来甲应用？咱先休困一下，卡丁啊继续来讲。其实自本我一开始认为一张地图是一个真无聊的物件，不过今仔透过两位老师甲咱讲，其实知影讲迄其实地图内面藏真侪资讯、真侪宝。也不过我一开始先来请教两位老师，先来请教陈老师好啊啦就讲恁对这地图遮尔爱痴迷，恁收藏遮尔地图，心目中一定有一张，你感觉讲哇，迄真正是对我来讲，迄就是上界高级品的，是哪一张？你会当甲咱简单分享一下无？好，因为我家己是研究清朝台湾历史的部分啦，所以对我来讲，我上兴趣、我上介意的地图是这张。这张是咱即马放在中研究院的叫做《民番界址图》。上重要就是顶悬有拄在稿上有讲到吼，拿的这个番界，甲这个红色的这个番界。我为啥对这张地图最有兴趣？就是讲这地图吼，对详细台湾翰林的这个部分画得最详细。佫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这张地图的时间吼，有差不多有4张同款的图。我伫中国的兰州看到另外一张，甲这张画的物件是同款，只是顶悬写有一寡物件无同。俄罗斯佫一张，甲这图拢同款，只是顶悬写一寡物件小无同的。所以咱知影讲这番界的台湾地图至少有3、4张，拢同一个时间画，拢同一个款。所以对我来讲，这几张拢同款主题的地图。反映到清朝这时阵对台湾是足重视的。这时阵统治台湾有出一寡，拄到一寡问题啦，因要解决一寡问题，所以同款的主题、同款的这个番界，伊画几啊张同款的图，我是认为这几啊张同款主题的图吼，如何反映迄个时代的重要性。所以对我来讲，这张即马放伫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民番界址图》，对我来讲，我是上介意的一张图啦。陈老师讲的是200-300年前的台湾，讲70年前的台北盆地，就扣连咱今日主题3条河流：淡水河、基隆河、大汉溪，你看遐拢法变河道，你看景美溪拢安尼，中央这地就是咱讲的旧的台北市，边仔咧遐上山人较多，遮板桥，过来遮公馆，过来遮士林去哩北投，这地图。足简单的，不过这话是大师哦。阮研究地图甲地理拢讲哦，伊是台湾地理学甲地图之父。
伊叫陈正祥。啊，你捌听过伊无要紧。伊的学生你一定捌听过，伊的学生是李登辉。哦。啊，陈正祥老师咧，伊虽然是台北人，啊，过民国34年就来台大教书啊，给台大农经系教书。啊，陈老师一出来哦，一大堆书，包括台北市志啊，台湾地志一堆。啊，伊画地图咧，一世人画差不多2-3万张地图。啊，一世人画上好的地图啥？伊做甲吼联合国亚洲地理的主席，所以你看，伊是后设的地图为1950年代台北盆地、泸州啦、金门角角啦，你看淡水河、基隆河边啊，迄山村拢看会到，北投迄几个望族拢看会到，啊边啊用简单的等高线画出伊的台北盆地的山势。其实事实上，今仔日我换一个问题，想要请教陈老师啊，就是廖准讲，我今仔日送你一张中宝图，啊，这张图顶头拢无啥年过啊啥的吼。通常老师你若是摕到一张古本本、一张古地图，你一开始要安怎甲伊判断？我会甲顶悬的资讯做一个分类，比如讲，顶悬的咱讲地图拢有图例嘛吼，啊，我先看讲伊有倒一款的图例，啊，甲每一款的图例做一个分类了后，我会当了解讲这张地图的主题是啥。我了解主题，我差不多会当约讲哦，这是什么人吼，什么时阵画，这差不多会当约出来。啊，过来顶悬写，比如讲地名啦吼，这地名因为无同时间的地名会变化嘛，所以我会看伊地名写的方式。伊这较早是叫做什么名？叫做主路，还是叫做嘉义？这时间个无共嘛吼。啊，看这地名来，伊有讲，这差不多是什么时间来画这个地图？啊，为这几个，总讲为图例的部分来切入啦吼，会当来了解讲这个地图是什么时间？啊，因为对我来讲吼，那我的藏宝图就是历史地图啊，吼，做历史的地图啊，所以我就先看讲，迄是什么时间？啊，时间判断了，我就看讲，啊，这伫个迄个时间要讲的主题是啥？啊，我就会当来了解讲，伊的宝物到底是啥？这是我看地图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其实咱摕到一张地图，其实嘛是爱甲伊迄个时空背景、历史背景相配合，才当知影讲在迄个时阵为什么伊会画出这张图了。是。就咱一般看地图，拢有一个足少的画面写讲图例嘛。啊，对阮来讲，迄图例个足重要的。阮就先看图例来看这个地图的重点安尼。事实上，咱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吼，行万里路，胜读万卷诗。也看一张地图内面有真侪眉眉角角。相信呢，咱今日这集呢，透过两位老师甲咱解剖了后呢，咱因过看以后呢，但看到这个地图，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恁会更较斟酌、更较了解。今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讲较认真，非常多谢，感谢。也讲到看到一张地图，千万唔通去想到要封锁。也这功课呢，你就爱拍拼认真做。一个文化小旅行，一个宝贝呢，咱会再小招做伙来去佚佗。也邀请到咱观众朋友呢，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感谢。